大家好，我係張明，歡迎大家嚟到賽馬108 Channel。今個賽日咧就喺沙田馬場舉行一年一度嘅香港打比大賽啦。而今次嘅打比咧總共有14匹馬競逐，其中好多馬咧都有近績支持，形勢咧就係好緊湊嘅。另外咧有4匹馬咧就配上華籍騎師執韁嘅，呢種場面咧都比較少見啲嘅嚇，即係喺近年嚟講，希望佢哋咧都爭取到好成績啦。咁另外咧講翻今次我哋嘅心水提供啦，首先聽下兩位嘉賓嘅心水先。按住個場次先後咧就 double 嘅心水就係第5場，佢揀咗3號標之浩瀚同埋13號非凡時刻。大家如果想知道 double 嘅第3選、第4選同埋其他場次嘅選擇咧，大家可以上 double 嘅 Facebook 專頁嘅。佢個 Facebook 專頁咧就係打比樂 double。跟住就到祖馬龍心水啦，祖馬龍咧就係提供條單 Q 嘅，佢話到明係單 Q，就係第6場揀咗3號冷蛙同埋4號喜慶寶，睇下可唔可以真係一擊即中啦。跟住咧就到我嘅心水，我咧就揀咗第3場嘅，呢場咧就係第3班1200米。咁呢場賽事咧，其實如果我相信大熱門咧就係上次喺4班贏馬嗰匹9號線路英雄啦，而呢匹馬贏完馬之後咧，佢個操練仍然係 keep 住，同埋最近咧亦都試咗個泥地閘咧，係好輕鬆贏嗰個閘，匹馬個狀態咧又好進一步嘅，所以上嚟呢個3班應該阻力都唔大。不過咧，我如果揀一匹馬想話行頭或者做馬膽咧，我就唔揀佢，因為佢係大熱門啊嘛。我就試下嗰匹2號嘅嘉應奇兵。其實嘉應奇兵佢1200米根本都係最早期喺4班贏馬嘅路程啦。咁當然啦，後來咧就轉去1400咧都有好表現、好成績嘅，亦都係喺3班贏過馬噶啦，即係喺上季即係征服過3班。而今季呢匹嘉應奇兵都叫做一再喺呢個3班1400入到 Q 啊！仲要嗰2場賽事嘅對手咧都唔差嘅，咁其中咧輸俾偉金主嗰場就輸個頭位嘅啫，頸位到啦輸。咁另外咧輸俾嗰匹會當領咧，亦都係好短距離就輸半個馬位。咁而嗰場賽事咧，我自己覺得咧喺嗰個即係走位上咧，如果計嗰個場地偏差，其實嘉應奇兵咧都係有少少逆偏差之下翻嚟輸嗰半個馬位。所以個水準咧都可以調升翻嘅。而上次嘅賽事咧，佢就上唔到名啊，跑嗰席第5。咁但係嗰場賽事咧，亦都係一早好快嘅步速之下咧完成。咁同埋咧喺直路上，佢就喺內欄衝啦，翻到嚟其實根本同2至4名咧都好接近嘅。咁我覺得咧，嘉應奇兵今次縮翻嚟跑1200，其實個對手就相對咧就冇1400嗰啲咁惡嘅。所以嘉應奇兵咧，跑翻呢個1200米有少少賠率啦，換到，因為嗰隻線路英雄咧都係大熱門嚟㗎啦。咁希望呢一匹馬咧可以即係叫做扭餅少少。如果佢 win 嘅話咧，個分頭亦都會好啲嘅。首選我就揀咗2號嘉應奇兵，咁跟住次選咧就要翻9號線路英雄啦。呢匹馬實在都好犀利，因為佢喺1月份嗰場咧出賽之前咧，其實佢係因為發過燒嘅，咁但係發完燒佢都能夠一出咧就跑到第2，跑完嗰場第2之後咧復課正常，跟住咧就贏馬啦。咁而且贏起上嚟咧嗰場嘅表現都好夠說服力嘅，亦都最近試過集頭先都講咗啦，亦都係好輕鬆啦，再贏個集，變咗咧嗰個狀態咧又進一步。咁呢匹馬都要翻嘅，跟住再揀咧就揀嗰匹1號南區之星。呢匹馬咧就係喺上場啊，即係12月份嗰場賽事就跑到流鼻血嘅，跟住咧都要唞啦，即係最少都唞翻3個月嘅。咁然後咧唞到而家，佢賽前就試咗一個閘嘅啫，喺個泥閘嗰度咧，從化嗰個泥閘咧，佢就一路走外碟啦。咁翻到嚟其實佢都係按住翻嚟，冇話真正咧俾到佢考驗到佢。呢啲馬咧就搏新鮮感啦，縮嚟跑1200。既然佢有嗰啲1400米嘅贏馬級數，呢啲馬亦都係可以縮嚟1200啦，叫做用個級數去爭。
跟住再揀落去咧就係4號國千金呢匹是靠馬咧，第一場咧就一出即勝，就贏場直路賽啊。跟住咧上次再跑嗰場直路賽咧就係脫腳，脫完腳之後咧佢就挨近內欄嗰邊衝，其實喺拉士都有衝翻近。今次係轉嚟跑轉彎嘅1200，不過如果你睇翻佢喺外地能夠贏到啲右轉嘅1400米啊，所以咧轉嚟跑1200米咧應該都啱跑。呢匹馬咧亦都係可以加入考慮嘅，所以第3場咧我就揀4匹馬啦，馬膽同埋首選咧就揀咗2號嘉應奇兵，其他嘅選擇就係9號線路英雄，跟住就係1號南區之星同埋4號國千金。呢場嘅提供就希望 Win Q 3重彩，甚至乎4重彩咧都能夠全中啊！好，心水咧就分享到呢度啦。另外，大家想繼續咧支持呢個 channel， 除咗訂閱之餘，最重要咧就係俾 like 同埋 share 出去，亦都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㗎。節目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啦，下次再見。